各位老記，今晚呢，我哋要參加一場好有趣嘅生日 party，就係我哋木面第一位入住嘅香港長者敏姐，佢自己咧籌劃咗一場自己嘅生日 party， 聽講仲邀請咗木面差唔多有50位嘅香港老記，咁咧跟住我哋鏡頭一齊去現場感受下。70歲居然有你哋陪我。好有感觸，哎呀半百咯，咁啊揾咗個朋友陪我食飯，有啲儀式感。咁啊60歲有啲屋企兄弟姊妹過咁樣，70歲居然有你哋陪我過。阿胡芳開演唱會，玩得，好笑。祝敏姐生日快樂！耶！人生總有歡喜，難免亦常有淚。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，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。人生不免崎嶇，難以絕無掛慮。幾時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，拋棄區分頭共對，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。